喀什维瓦尔出版社负责人被捕。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斯坦的镇压行动中，出版社和出版物开始受到打击。据悉，喀什维瓦尔出版社前总编辑阿布利兹乌迈尔和乌斯班租农去年被逮捕，副社长阿布拉江瑟伊特几天前被中国警察带走。一名学者被捕，又有一名东突厥斯坦学者被捕。据最新消息，新疆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所长盖热提阿布都哲赫曼被中国警察抓捕。据悉，他因翻译食草家族小说而被捕。这位作家和翻译家被捕后，家人和亲戚都得不到关于他的消息。德国关注东突厥斯坦局势。德国外交部表示，该国关注东突厥斯坦局势。德国外长发言人在柏林的一次记者会上说：“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新疆的局势令人担忧。马斯外长将与中国外长提出这个问题。德中双方还将审议双方定于今年12月举行的下一轮人权对话的准备工作。” 300万人逃离委内瑞拉。联合国难民署与国际移民组织表示，目前来自委内瑞拉的移民与难民人口总数已达300万。各国移民机构和其他来源的数据显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收容了大约240万人。 阿富汗与塔利班代表出席莫斯科和谈。莫斯科主持阿富汗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谈，促成阿富汗政府与叛乱组织塔利班的直接面对面会谈。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双方今天都派代表出席会议。俄罗斯外交部已宣布，准备成为阿富汗和平的对话平台。在第2轮会谈结束时，双方未能就会谈条件结束分歧。